台湾抗癌协会呢，这第10年邀请癌症病友骑车环岛，这回因用10天的时间，一天是101公里路程完成这个任务。今仔日3位癌症的病友也骑回来到新北市政府了。30人的车队，看啊骑入来到新北市政府的市民广场，徛伫终点站的新北市副市长陈顺经，甲奖牌送予每一个抗癌的生命勇士，肯定因的毅力。癌友廖秀芬讲，运动帮助伊行出人生的黑暗期。我想这里不是我们的终点，这是我们飞跃人生困难的，已经飞跃困难了，但是我们要迎向另外一个人生的起点。我们战胜了癌细胞。我们已经突破了离癌的冲击，我相信我们可以更健康的活下去。今年是台湾抗癌协会第10档邀请癌症病友骑车环岛，应用10天的时间，一天101公里的路程，完成这个任务。副领队钟清尧讲，一路上大家互相鼓励，用性命去影响性命。我们要告诉那些各个地方的人们，我们就这么健康。我们虽然离癌，但是我们有这个 mark， 我们一直转，一直踩，把癌踩在脚底下。甲癌踏伫脚底，一句话传达出病友对抗癌症面对挑战的决心。台湾抗癌协会鼓励其他病友，明年继续来用脚踏车写历史。记者麦尚英、曾海文新北报道。